大家好，我係中意講賽馬嘅 ED。今屆冠軍賽馬日進行咗3場國際一級賽，當中每場嘅結果亦都有唔同嘅感受，有新晉馬王誕生嘅興奮，有失落馬王資格嘅飲恨，亦都有3冠馬後隕落嘅傷感。講到喺女王杯對決入面三甲不入，喺浪漫勇士之後，女王杯喺愛隊嘅夾擊之下毫無還手之力，未來嘅中距離守護者仍然繼續等待新星嘅出現。打響頭炮嘅主席短途賽，作為短途3冠嘅最後一關，嘉應高升嘅戰意提升到頂點，而去到最後直路嗰陣時，賽駒發揮與以往一樣驚人嘅水平，收韁過終點之後，仍然係喺1分08秒內完成嘅時間。當中亞軍嘅利劍夢境同埋季軍嘅驕陽明區，呢兩匹已經係世界馬壇頂級嘅短途精英之一。不幸嘅係佢哋遇上咗嘉應高升嘅時代，亦都希望佢哋可以衝出香港、日本，挑戰返世界各地嘅短途賽，跑出佢哋值得擁有嘅榮譽。而嘉應高升亦都以4歲之齡成為第5匹短途嘅3冠王，今季8出8捷，跨季12連勝，亦都係今季準嘅香港馬王。展望返下季啦，可以進軍海外，挑戰返首項嘅海外嘅一級賽。新時代嘅短途王者亦都喺度編寫緊屬於自己嘅傳奇。其後嘅冠軍一哩賽，經過幕後嘅反覆思量，澳遊氣泡最終決定要參加呢項賽事。賽前無論係騎師、電馬師定係馬主，普遍都認為呢場賽事係可以輕易勝出嘅，並且打算利用呢個全季一哩大滿貫嘅榮譽去挑戰3冠同埋馬王嘅位置。可惜係人算不如天算，呢幾日不停咁落雨，影響到場地有啲濕軟，結果喺永遠美麗嘅衰退之下，鴻運帝王復刻咗上季冠軍一哩賽嘅名次順序，成功以短馬頭位擊敗今季嘅最佳一哩馬。雖然一度出現抗議事件，但係最終都唔影響賽果。鴻運帝王首奪國際一級賽冠軍，蔡約翰不愧係冠軍練馬師，可以連贏2屆冠軍一哩賽。澳遊氣泡喺首盤路程落敗之後，基本已經失去咗爭奪馬王嘅資格，以及嘉應高升嘅巨星表現，其實已經可以預祝恭賀嘉應高升成為今季嘅香港馬王。雖然馬主最後都表示仍然會跑2400米嘅遮打杯，力爭成為3冠王，但係喺強敵環馳嘅遮打杯3冠王談何容易呢？最後去到冠軍賽馬日嘅重頭戲女王杯，由於浪漫勇士喺中東之旅提早休息唞暑，最後結果係意料之內嘅港隊3甲不入。日本代表健琴高就喺足夠嘅休息之下，以超過差唔多2個馬位而贏到呢個女王杯嘅。繼佢嘅父親利劍皇冠勝出香港瓶之後，父子達成制霸香港國際一級賽事。至於賽馬場上最唔願意發生嘅意外，自由島跑到最後直路接近300米嗰陣時，騎師發現賽駒左前腿受傷又唔妥，因此即時收停。獸醫診斷後發現賽駒嘅左前腿甩臼同埋指骨嘅韌帶斷裂，傷勢難以治療，所以最終都係人道處理。自由島作為2023年嘅日本3冠馬後，生涯4項一級賽冠軍，其後參戰咗多場一級賽事，亦都取得到優秀成績。當中為人津津樂道嘅係2023年嘅日本杯同埋2024年嘅香港杯2項一級賽事，輸咗俾日本馬王春秋分同埋香港馬王浪漫勇士。有消息指賽駒退役嗰陣時，本身係諗住安排同春秋分配種，可惜命運安排咗呢個結局。身為主戰騎師嘅川田俊也都為此感到痛心同埋泯別。最後大家認為今季馬王係邊一隻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次再見。